布雷上头，德国米粉撒糖粉，烘烤酥脆成鸟巢，里面有松软法式蛋白霜做的树枝，还有香料海盐巧克力。全世界应该没有第二个，全世界也没有第二个你。如果可以离开现在的工作，你最想做的是什么？突然所有餐厅的影像都在我那个脑海里面浮出来了。在美国语言学校的考题唤醒了半江群玉对做菜的热情。挥别父母期待下的安稳，放弃公务员饭碗，他到法国专业厨师进修的雷诺特厨艺学院学习，想把米其林精神带进台湾，开理想中的餐厅。服务到位，食物非常好吃，然后整个环境是非常让人舒服 relax。用老面团自制烘焙的餐前面包有着迷人的嚼劲，常让人欲罢不能。稍早看到的美国自然牛肋眼，烟熏培根和橄榄的香气完全渗入牛肉。樱桃鸭、香鸭干不柴不涩，富有弹性，佐蜂蜜柳橙酱汁，甜味尽出。还有浓浓地中海风味的干煎胭脂虾，青酱汁画龙点睛。农家子弟的他花很多时间教育厨师怎么辨别食材好坏，保存也是学问。所有植物都应该是要站着，你让它躺下来，他就觉得他应该要上天堂了。半江群玉的厨房里还有书香气息，把绝版的法文食谱翻译成中文，是他想完成的另一个挑战。他一直跟我讲说，人不要留白，那一定要追求梦想，就是能够实现。这位主厨太太慢慢习惯丈夫的不安于现状，语带骄傲地告诉我们，一直想追求进步的冲劲，会让人舍不得否决他的计划。你是讲几？不会讲红标，不是讲几，不会讲红米标，勇敢面对，不害怕挑战。半江群玉有着坚持到底、义无反顾的拼劲，而这一位雷诺特厨艺学院出身的主厨，还要继续追求法国料理的极致美味。不是讲几，不会讲红米标，不是讲几，不会讲红米标。